这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日11月2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咱镜头来中华，关心中华竹长一台载囡仔的交通车，昨下晡经过自强路的时，予一架驶轿车姓王的查甫人去弄着，造成15个人受伤，真侪受伤的拢是囡仔，其中有一个5岁查某囡仔妨害出去车外去弄着头壳，伤势较严重，即卖也咧住院治疗。8日下昼4点半，彰化县竹塘乡立幼稚园的囡仔车经过竹塘乡自强路甲竹林路口时阵，予一台黑色的轿车追撞。囡仔车去弄到路边的电火条啊，车头卡伫咧排水沟。应该是傍晚的视线跟那个这个转角处有种植那个大棵的树木，遮蔽到那个视线，所以在那个第一时间。2个驾驶都没有办法第一时间的反应。消防局出动6台救护车加10几位消防员来抢救，将囡仔车顶头13位伤者送莅临基督教病院。目前看起来是都还好，但是有2位是需要转送到彰基去做进一步的观察。轿车顶2位受伤的人是送混临基督教病院。一位32岁男性，然后头部外伤，然后那个。尸体多处擦伤这样子，然后左膝有个撕裂伤4公分，等一下要去缝合。一个是32岁男性，然后那个头部外伤，然后左腿的腓骨骨折。囡仔车内面一个查某囡仔，规人被丢到车外口，伤势较严重。甲另外一位头壳骨被开的查某囡仔，转去彰化基督教病院。目前经过初步诊视之后，颅骨骨折的部分要送加护病房，没有立即手术的危险。但是后续还是要观察12到48小时。2位伤势较严重的查某囡仔，即马生命现象拢真稳定，但是爱踮伫咧加护病房接受观察。彰化县防管会议表示，因为这台轿车的驾驶甲囡仔车的驾驶拢还阁伫咧病院接受治疗，等2个人的伤势较稳定了，结果通知因来做笔录，调查车祸发生的原因甲责任。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咱国内篮球界拍假球签缴案继续炭烧。昨暗中华篮球协会就针对 SBL 签缴拍假球的10个球员注销因球员的资格，而且嘛讲未来永远袂够用。台湾的篮球界最近伫咧闹签缴的案件，涉案的球员手机内面甚至有装半缴的 App， 互球迷真震惊。中华篮协伫咧2案开纪律委员会，对进前就已经确定涉案的球员做出处罚，包括陆良的关炳和、柯中普、陈品全、黄宏敏、吴秀林、周伟成、颜文祖、李奇温、班霸，全队9个人，也佫承认投资 SBL 赛事的 T1 大批英雄混败球员罗定峰，拢注销球员注册，未来各队拢袂当落行。除了不准进入官场，也会建议禁止因做教练、裁判加球员经纪人，10几位球员等于是被赶出篮球界。一那大江篮协队的球员陈正权甲因评为不同对话，球团是要求暂时离队，篮协也提出停权的处分，但检调侦办的结果出来才开会处理。球星拍假球，甚至一队有一半球员涉案，互球迷真伤心。篮协、T1 联盟也个申办中信特工，昨拜会申办地检署，表示最近合作打击不法的决心。也毋过有周刊讲，假球案件可能涉及另外3支球队，伫咧结果出来进前，一直拢是敢若微博单共款。篮协是回应讲，伫咧无证据加球团检调的讲法，暂时无法度回应。伊若是毋是影响新球季的赛程，这么讲也阁伤早。记者综合报道。
政治的消息来关心，民进党的赖萧培昨早已经伫中选会登记好势，因是头一组去登记的总统参选人。赖清德表示，绝对袂阁行一中这条旧路。也那国民党的侯友宜昨下晡又开记者会，是故意向郭文哲发声，讲唔通放弃拿白合。伊嘛建议讲，今仔日会使随四个专家公开直播，重新来解读进前的高分民调，赢的就做正的，输的就做副手。也那郭文哲伫暗暝9点半也开记者会回应。也毋过今仔日，民进党嘛针对总统大选先去领票。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替诈骗受害者主持公道，将炮火向准执政党也提出打诈政策，表示未来骗子愈侪，关系愈久，部会整合组建打诈交叉会网，加强两岸甲国际强大机制。也毋过，那袂合敢是破局，侯友宜下昼紧急召开记者会，表示郭文哲中昼有打电话给伊，两个人也爱个讨论一下。我从来没有在协调的过程当中说我一定要做起来。政党既然要协商，咱就要有一个公平的原则，谁赢就是正，谁输就当负。侯友宜澄清，15协商无讲到让立拍，搁较无坚持要做正的，决定也袂当有袂真假。伊相信到即马拢还未讨论着副手，也提议离双方各派2个学者专家就9份民调重新解读，专程公开直播，赢的做正，输的做废。赖萧也不是一个三脚猫，那个还是看起来还是蛮强大的。如果你要胜选，就应该用最强的组合去打。你怎么故意先找一个不强的比较弱的组合去打？这种我一直无法了解。对侯友宜重新解读民调的提议，郭文哲话讲甲真保留，只表示需要一点仔时间讨论，希望是上强的组合。日会有记者会，爱大家较有耐心，同时会由黄珊珊代表去领表。另外，中岛甲郭台铭见面2人敢是有新合作。郭文哲表示，郭台铭也是真重要的人物。我们2个会竭尽所能，让台湾持续在稳健的路上，走入国际。迎向未来，不走回一中的老路。民进党赖清德、萧美琴21来到中选会登记，抢头香正组头一组登记参选第16任总统、副总统组合。赖清德表示，2个人意志坚定，充满信心。那赖萧培也有3点特别的意义，强调甲萧美琴所参选代表胜落台湾的国家方向，无惊一中老路。2个人有丰富的行政经验，代表负责任、稳健的执政态度。记者综合报道。明年嘛有立委选举，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含前立法院长王金平伫中部、南部带头，甚至内底阁有带民众党的立委参选人去登记，要展现南北伫区域立委嘛合作。民进党主席赖清德嘛亲身带党内台中8个立委参选人去登记，要展现团结。也拿民众党不分区立委的名单，前2名即马知影是黄珊珊，也有黄国昌。民众党伫今仔日嘛开记者会，公布完整的名单。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带队，台中市长罗秀燕甲代表民众党参选台中第1选区的蔡壁如手牵手，也有台中其他选区南亚立委参选人做伙登记。南部是由前立法院长王金平带领，包括高雄第1选区南亚让民众党张文丽嘛共同登记，展现南北区域立委的合作。今天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台中的8+1，不管是国民党的候选人，不管是民众党的蔡壁如。我们都要当选，我们一起加油！甲党内台中立委参选人挂彩带，兼民进党主席的总统参选人赖清德，也去台中亲身带领党内8个立委的参选人做伙登记，展现团结的气势。台中市8席立委全上，台中更棒！各位父老乡亲，我们还是全力打，好不好？也若无分区立委的部分，拿到拢是党内评估前12名是安全的名单。国民党排第1的是前高雄市长韩国瑜，也有区地联专家郭如君，前 NCC 委员洪巧玲。也若医界是陈建辉、苏清泉，军系是前海军司令陈永康，也有前台南市议员谢良介。民进党是甲前管基金会执行长林月琴排第1，第2是认知作战专家乌咸学院创办人辛碧荣。也有推动儿童表演权、甲游戏权的张雅玲，历年环境领域立委洪新汉，新住民领域立委罗美玲，性平领域立委范云，演员郭玉晴。
遐那民众党团出无分区立委前2名，也是郭文德竞选总干事黄珊珊，甲前立委黄国昌。另外，进前传出争议，有中国配偶身份的徐春英是无列入去名单内底。不过正式的名单22，民众党才会开记者会来公布。记者综合报道。虽然咱当在关心天气，今仔日是24节气的小雪，代表温度会一日比一日还搁较低。一寡伫北半球的国家嘛已经开始咧落雪啊。因为咱台湾是相对较温暖，寒天的时只有海拔较悬的山区才有机会落雪。因为今仔日的天气是安怎？咱同齐来看温度。今仔日各地拢是侪云到好天，日时的时是感觉较温暖的天气。雨水的方面，敢若东部、东南部会落地渐雨，因为日时高温会比昨昏还搁较悬淡薄啊，会感觉较温暖、较舒适。各地大约是伫25度至29度，也毋过西半部早时暗时温差真大，低温今仔日是17度至21度，伫早暗的时也是感觉较凉冷。明仔暗时开始，东北季风阁会增强，就会开始变天。东北部、东部会落局部地渐雨，也若其他的所在云会变较高。来关心疾管署公布顶礼拜有新增加23例流感的重症，嘛有5例死亡的个案。重症内底有一个是13岁的少年囡仔，伊本身无病，嘛无做流感预防针。11月份发病了后的一礼拜，伊的行为转变怪怪，性地嘛有改变。医生即马是认定讲，伊是得到急性的脑病变，目前伫住院治疗。流感疫情继续有警报，疾管署公布顶礼拜增加5例流感死亡病例，拢是50岁以上有慢性病成人。另外增加23例流感并发重症，其中年纪上细是7岁查甫囡仔，好佳在治疗了后已经康复出院。也毋过另外一位13岁北部少年11月中旬发病了后一礼拜出现异常行为，也有爱困卡的带定症状，技术检判是急性脑病变，目前依然在住院治疗。感染这个病毒啊，或者是细菌之后，那有可能因为这个虽然这个感染的症状有改善了，不过因为脑部的这个发炎的症状有持续，所以有可能出现这样子的这个急性的脑病变。那有时候可能会甚至有像这个个案的这些就是性格啊、行为方面的反常。疾管署表示，顶礼拜流感死亡甲重症个案超过9成无做本季流感疫苗。根据统计，今年公费流感疫苗开始做了后，65岁以上的长者注射率只有4.6%，学龄前幼稚注射率也无到6成。就是讲，还阁有42.9万名幼稚还未做流感疫苗。医师警告，新冠疫情解禁了后，免疫负载开始出现各种病毒拢出现，只有做疫苗才会当预防感染，避免重症甲死亡。病毒感染有可能带来2次感染哦，好比说细菌性的肺炎、细菌性的脑膜炎，那这个在过去很常见。那最近我们也有看到一些个案。疾管署提醒，外4礼拜通报10件幼儿园上呼吸道群聚事件，其中4件检出流感病毒，所以呼吁符合公费的注射对象民众，赶紧做流感疫苗，才会当伫流感高峰期来临进前得到充足的保护力。记者综合报道。甲乡亲同齐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日本东京大阪一寡都会区最近在时行流行一款糖仔，这款糖仔食落了后会产生亲像食大麻同款的反应。有咱台湾人食煞了后，感觉身体无爽快。因为日本政府即马按算对12月初开始要全面禁止，袂使食嘛袂使卖，若是有摸到就算违法。来关心联合报。好野人第2代黄伟凯甲记忆辉翁仔某家己学做毒，开高级名车去卖毒。其中姓纪的这个查某人，互依照做第2级毒品罪，判刑7年8个月，并且佫没收伊400万的犯罪所得，嘛甲因2个人9200多万的财产全拢没收。是毒品扩大没收新制度实施了后，没收上悬的金额。也毋过，因2个人是主张讲，安尼是侵害财产权。若宪法法庭11月27日会开辩论庭。继续关心中国时报，立法院会伫昨昏有3读通过的主体法部分条文修正案，认定这租金补贴袂当去当做补税依据，这是互有收厝税的一寡厝头家会当毋免烦恼房差税。
另外呢，昨昏立法院3读通过家庭暴力防治法的修正案，新增加防止被害人性影片直直流传伫网络的一寡保护措施，这嘛算是保护令爱保护的范围之一。另外，这届修法嘛，甲同性婚姻的亲属、亲情适用家庭暴力的保护对象。为着要强化对被害人的保护，条文内底有写讲，会当透过申请保护令来要求爱拆掉，也是甲一寡网络顶悬的性影片、性影像全部拢甲摕落来。也若网络平台有责任爱甲这影片关起来，也是讲一定爱摕落来。但是违法上当会当罚60万。另外，有通过附带决议，要求卫福部爱新增加相关的指引，爱提供。爱互这影像中心、家庭暴力中心，也是警察机关来协助被害人摕到性影片，防传去网络的证据。来关心台北市有一大社会主体，表示讲有13个国校啊、国小的查甫囡仔，互一个查甫的高中生拐转去厝内性侵害。囡仔家长是指讲代志就发生年外，也毋过社会主体的主管单位拢急放，拢无甲这个。高中生好走，议员即马嘛批评讲，犯罪通报伤过万，才有遮尔侪囡仔受害。市府即马嘛有承认讲，通报确实有顶打着。把他带到你家。家长要去甲对方问好清楚，火气是真大，因为伫咧厝内听到囡仔讲，伊去公园耍耍咧，煞互带转去厝内黑白梦，这个嫌犯都住伫咧同一栋的社会主体内底。他的方式都是在公园认识的小孩，会拿卡牌啊、游戏什么东西去跟人家交换摸下体，不愿意他也会用暴力、用打的，然后会强迫去公厕这样子。那也有骗到家里面去的。台北的一个社会主体边仔都是公园，少年煞有大个人指控讲，因的囡仔去楼骹佚佗，拢去互共一个人为公共区域带转去厝里，而且猥亵或者是性侵，受害的有13个人。拢是国校的查甫囡仔，已经有6个家长提告。很多小朋友都不敢出来玩，发生事情之后，很多小朋友都不敢出来，被他欺负过的，我有大半年都没看到小朋友。受害家长是真不满，社会主体规范明定，若是有不法的行为，去指控、相拍甲猥亵，按规定都要退租。不过社会安全网煞是无随通报，公部门嘛无甲伊解约，互即个涉案的高中查甫学生，代志发生了后，也是持续大年外，一直到这个月初。主管机关才强制改退租，扣点它累积到一个程度才会做一个解约。目前好像已经解约了，已经有通知。的确是在通报上有问题了。社会局这边还是要跟都发局做好横向的联系啦。通报上班，市府承认有疏失，嘛答应会加强社会安全网。不过社会局回应讲，家长拢伫共一个时间报案，未成年涉及刑案，主要时间认定，目前已经解约。我们既然是，尤其是已经知道他是一个连续犯，那推估他的这个再犯的一个可能性，是很高。那你真的是就要启动这个预防的一个机制。除了甲受害者辅导，因为加害者还未成年，立乡基金会嘛建议用治疗代替刑罚。社政等等的机关，若接到通报了后，就要随介入，以防搁犯。不过社会主体表出性侵，搁拖一段时间才解约。嘛，互外界质疑讲，社会主体敢是变做犯罪所在。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美国总统拜登20时做81岁生日，因若即马是美国的感恩节，伊嘛按照传统伫白宫下面一架飞机。也毋过外界即马较关心的是伊的健康。总统拜登连任，安尼等到伊落任的时，伊就已经86岁啊。即马有民调是显示讲，有77%美国人认为讲，总统做到即个岁伤过老啊，所以伊认为无适合搁出来选总统。伫白宫南草皮举办飞机下面活动，美国总统拜登依照传统，伫20下面感恩节飞机。即天也拄好是伊81岁生日，拜登先提家己的年纪来捐生笑。This is the 76th anniversary of this event. And I want you to know I wasn't there in the first one. I was too young to make it up. 这项传统会当追到1947年，全国飞机联合会送飞机予迄当时担任总统的杜鲁门。拜登迄当年才5岁，今年从下面的2架飞机来自明尼苏达州，叫做自由甲精。拜登趣味的讲，因行1000多英里才到白宫，比参加天后泰勒斯的演唱会也较难。
刷过发生话讲唔对。You could say even this harder than getting a ticket to the Renaissance tour or Britney's tour. She's down in, it's kind of warm in Brazil right now. 这已经唔是拜登头一摆话讲唔对，伊有当时会伫记者会上，互一个唔知安怎讲的回答，而且也搁捌行路无稳滑倒，甚至伫空军以后的楼梯失去平衡，拢互人对拜登的高龄产生质疑。路透社9月中旬的民调显示，77%的受访者，包括65%的民主党人，认为拜登上老，无法度担任总统。反过来看，77岁川普，只有56%的受访者认为伊的年纪上大。公司新闻单位林编译。继续关心以哈冲突已经战过外月，即马有机会会当收煞，因为哈马斯的领导人伊的助手有对外表示，已经和以色列达成停战的协议，也毋过双方即马拢无讲协议的内容。也若放人质这部分的谈判，美国嘛表示有重大进展。也毋过以色列的人质的家属20日时和政府会谈了后，认为官方拢无甲救人质的代志放大声，非常不满。以色列甲哈马斯伫加沙的冲突已经过半月，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的助手对路透社发表声明，讲已经甲以色列达成停战的协议，不过双方拢无提供协议详细内容。也若来做公亲到协调的卡达，嘛无讲到包括交换人质或者是停火等等协议的细节。另外，针对美国总统拜登进前讲，甲加沙走廊的人质放出来，就要达成协议的这个讲法，白宫20日嘛作出回应。The Deputy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said yesterday, we believe we're closer than we've ever been. 根据以色列的统计，哈马斯的攻击拢总造成1200人死亡，会当讲是以色列版本的911事件，即嘛过半月过去啊。去互哈马斯绑票的买240个人质的家属，20日各国会议员，还有以色列的战争内阁见面，对政府敢若想要消灭哈马斯，煞无甲人质的安全放伫第一的这个态度，家属是真不满。הילדה שלי בבית, לא לרצות שום אויב, נורא פשוט. אני רוצה את הבת שלי בבית. 以色列地面部队顶礼拜讲，伫加沙的西法病院内底发现哈马斯的武器了后，20日讲，因伫加沙北部清真寺的地下找到哈马斯的武器制造厂，也有地下磅空。נמצאה פה מעבדה של רקטות ויכולת של החמאס, שמראה איך החמאס משתמש במסגדים לרצח נשים וילדים. 根据巴勒斯坦卫生部的统计，从10月7日到达，有要13000个巴勒斯坦人伫以色列的轰炸当中不幸过往，其中包括至少5500个囡仔。以色列20日公布一段影片，显示以色列士兵协助炸散的红鞋仔为西法病院退入去埃及。不过世卫组织的官员讲，28个疏散去埃及炸散的红鞋仔内底有10多个情形是真危险。另外，世卫组织嘛烦恼讲，加沙的民众伫卫生条件歹的环境当中生存，恐惊会有感染疾病情形。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南美洲的厄瓜多有一个渐冻症的患者，伊是一个女性，长期身心受苦。伊向因的政府要求讲，伊要安乐死。宪法法庭伫20日时召开头一届安乐死的听证会，伊本人嘛有利用视讯的方式表达伊的意见。Y sé que lo único que merezco es una vida y una muerte con dignidad. 42岁巴拉罗丹得到渐冻症3年，规身躯只剩面的筋肉会当控制，需要倒伫眠床区人工呼吸器，甲长化营养维持生命。伊就智力完全清楚，煞无法度振动，发烧后生伫边仔咧哭，煞无法度安慰，互伊心内真艰苦。伊20日参与厄瓜多宪法法庭头一摆举行的安乐死听证会，透过视讯向宪法法官、国民议会、甲政府代表、参律师、甲专家发声。过程中不时需要看护协助啉水，犹原艰难的一字一字讲出心意。罗丹去年8月透过律师提出反对厄瓜多宪法中杀人罪判10至13年监禁的法则，要求宣布部分违宪，以便会当伫无处罚医师的情况之下，互因协助需要的患者安乐死。也要求法院承认，因为严重不治之症遭受重大身体甲感情痛苦的人，有权利尊严的死去。Hoy estoy aquí como Paola, pero en realidad soy cientos y cientos de voces que hoy salen del silencio y se muestran junto a mí.
听证会有计进行几天的时间，互各界提出支持甲反对论点。了后，宪法法庭会做出裁决，可能开创历史先例。目前伫拉丁美洲国家中，哥伦比亚是唯一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有拉维加智利拢在审议相关法案。巴西哥是受权患者甲家属会当拒绝以人工方式延续生命。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来关心巴西南部，即马又搁咧做大水，已经造成4个人死亡，16人撤离。另外，伫非洲的肯亚，大水雨嘛已经落几若天啊，灾情搁较惨重，即马水已是淹过1个人悬，目前有46个人过往。按空中看落来，巴西南部的大城阿里格雷港，规片拢是大水，民众包好啊看咧，用杯撩水，也是用船啊载老人、囡仔、查某人来离开。巴西南部9月拄着强烈热带气。夺走50几条人命，这几天搁落大水后，地势溪水泛滥，有几难位庄舍变孤岛，上少影响31000个民众，有7600多人被迫离开，搁有4个人不幸死亡。Começou a entrar água antes e hoje está pior. Começou a entrar água hoje de manhã na minha casa, que nunca entrou, nem em 2015. Entrega salgado, também está tudo. De geladeira em cima da mesa, farinha, tudo. Quase todo perdido. 非洲困啊沿海城市蒙巴萨的民众，所有游玩排队要过溪，这原本是大车路，因过雨季了后，受到性异现象的影响，大水一波接一波，互真侪城市拢做大水。蒙巴萨的积水将近1人悬，有人只好爬去公车车顶等救援。Nimepata shida pia siku ya leo, siwezi pita kwa hii maji kwa sababu hiyo pesa wenye wanavukisha watu wanahitaji sina. At least yani wakafanya chochote yani madrainage, maana kuna madrainage barabara zote yani hazipitiki yani maji yamejaa kila mahali. So serikali angalia maziani. 当地民众怨叹政府无征收地下水道，再互大水愈来愈严重，而且民众受困大水时，政府拢无出面来救援，地使真侪人变做有路无厝。估计伫困啊已经夺走46条人命，啊那附近的索马利亚同款凄惨，民众被迫住入去难民营，已经出现食物无够的困境。联合国指出，受影响的人数已经有160万人。公视新闻陈慧敏编译。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北韩伫今仔日对外表示，平壤成功甲一粒军事侦察卫星送去了地球的轨道，因讲未来会继续发射。美国也有美国的盟友，即马拢谴责北韩，讲这项发射是公然违反联合国的制裁，可能会造成这个区域的不稳定。继续关心印度和澳洲，伫昨昏因是举办加日部长会谈，讨论战略、国防也有安全的问题。双方嘛针对这项多边合作的优先的事项有交换意见，进一步要推动两国全面的战略合作关系。继续关心人权团体保护卫士有发布一份报告，讲中国伫海外领事馆即马当地招志工，想要伫全国建立志愿者甲中国的统战部合作，伫海外来打压异议人士。镜头搁转来过来，咱来关心高雄左营伫昨早10点外有停电，暗头9点外又搁停电，这是造成要5000户无电通用。有一个负责人掉伫电梯，加载尾有互救出来。因若高铁的左营站、台铁的新左营站嘛，昨昏中昼嘛小连续向跳电停电。台铁是表示，这是变电所电压出问题才会安尼。电扶梯无电未点动，结果爬楼梯来接边的民众爬2层楼，爬甲噼啪喘。我要接朋友，那他东西会很多。讲这咱袂当电过啊，跳电过去啊，跳电。车站大厅卖票的所在大公告讲暂时停止卖票。台铁新左营站2日中昼11点外无预警停电，电梯卖票系统时间表甲闸门拢未叮当。大家跟他们讲说我们这边没电，然后再给你投这样。售票系统还有进出闸门受到瞬间电压异常，负载过高，那造成一些弱电的系统出现异常。相关设备的电到下昼2点进前才来。甲台铁强国的高铁左营站2日早起也出现跳电甲停电的情形。调查原因是台铁屏山变电所系统电压异常偏悬。10点20分，屏山变电所因系统电压异常偏高，
造成左营高铁站等高压用户过压保护动作停电，已于12时20分全数复电完成。另外，到第一暗9点外，左行正德路附近也停电，有4938户无电。经过查收，伫暗时10点50分电才来。这是左行地区3天内第3遍停电。台电会室的也讲会详细调查原因。记者综合报道。高雄林园有一间饮料店附近有一个写越南新娘的婚姻广告，这个是想要趁中人钱来趁媒人钱。不过即马是互移民署高雄市的专勤队去抓到，要求伊到案去说明，而且要求把这个广告提掉，若无上当罚50万。那个红色扛棒。这间卖凉的店头门口挂越南新娘韩国婚姻的广告，地点就伫咧高雄林园某一间高中的对面。移民署高雄市专勤队员要求这间店头爱甲广告的扛棒全部拢摕落来，而且按标示的电话找到看广告的这个姓李的查甫人到案说明，因为这行为全部拢违法。吕男花费了近千元制作看板，并拜托店家暂借空间摆放，且自称旗下有10多名越南籍女子可供海选。女男到案后称，本来希望可以兼职赚外快，没想到立刻就被查获。移民署表示，这个姓李的查甫人，伊讲伊下底有10几个越南的女性，会当互人客警，想要兼做韩国婚姻的中人，趁外路啊。不过因为袂晓使用社群软体，所以开钱做扛棒，借店头的空间菜伫遐，已经明显触犯入出国甲移民法第58条，会面临10万至50万的罚款。高雄市女性权益促进会副理事长张万书认为讲，台湾新住民的人口已经超过原住民，第2代占学生总人数的1成。多元文化的社会，女性甲婚姻不应该成做买卖的商品。透过这样子广告去找到的，他们其实也常常会有个心态，就是我好像是买一个女人回家，把女性非常非常物化，然后直接挂在街上贩卖的这些广告，应该要拿下来。就是婚姻还有就是女性，她不应该是成为被买卖的一个商品。高雄市专勤队强调讲，除了实体的广告，网络顶任何婚姻中人的广告嘛拢违法。民众会当透过移民署官方网站顶悬35间有合法许可下国婚姻媒合团体来直接签订契约，用正当的管道嘛保护家己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咱国内的旅行社向西旅游内部的作业系统，即马爆出有海客入侵。另外，咱国内的食品公司泰山企业嘛同款。学者是表示讲，真侪企业的治安单位即马一定爱加强系统的升级，才会当避免即款代志搁发生。不论是时间较长的旅游，也是短程旅行，民众伫旅行社网站落定进前爱设置。向苏旅游20发出动信表示，公司网络互海客攻击，受损范围包括人客的名、联络方式甲商品内容，无包括消费者信用卡等基本性资料，已经透过简讯电话语音等方式加强提醒旅客。公司营运甲出团状况拢正常。若超过6万名被奖追踪按赞的，有名食品厂泰山企业被奖专业，共款互海客入侵。人头相片甲方面相片已经无看，道路名称也互改做2607，到目前拢还未恢复正常。泰山伫官网发出公告，证实被奖专业互海客入侵，强调已经报警，搁提醒民众这段期间，被奖专业所有发文甲信息都无代表公司的立场。过去可能加密的方法用的是某一种演算法，但是随着量子电脑出现，那变成说你的密码就可能被破解。很多人管理的时候，万一中间有一个管理者，他其实没有设到比较好的或比较强的管理方式，那骇客就可能取得你账号密码之后，就可以想办法把那整个粉砖拿走。面对海客一直入侵过来，学者提醒，网络定式甲系统随着科技发展一直时间翻新，过去安全无代表即马安全。海客往往拢会利用新产生的治安空隙去后台进行攻击，也是入侵。各企业的治安单位一定爱定期巡检升级，才会当避免类似事件搁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消息来关心公路法部分条文修正案，昨昏伫立法院三读通过，规定公路设计时间应该爱伫一定的范围内设无障碍人行道，也是行人的通行区，无就是交通宁静区，来确保过路人的安全。伫第三线新北三甲的介绍路一段，当咧做车路两边边差不多5米宽的人行道，
未来只要像这种的车路，拢爱设置无障碍进行道。设立那个人行专用道的话，那走在上面就比较安全了，不然的话，等于跟车子走在一起。行人道除了走路以外，其实蛮多人在这边就是聊天交朋友。所以如果有更多徒步区，应该是蛮好的。除了钱的投入以外，人行环境的改善也放在法理面上，从源头来，希望中央跟地方都可以一起讨论这个人行空间的改善。为了向行人零死亡的目标行，立法院日3读通过修正公路法部分条文，包括公路的设计、时间、用户或者是交通工程，拢爱保障民众的安全。以第58条修正条文的规定，亲像省道、县道或者是乡道、市道、区道等等的公路，未来修建的时阵，若是有经过市区车路、医疗院所、学校、机关或者是人口较密集的所在，在一定的范围内爱设置无障碍进行道、过路人行路的区域或者是交通冷静区。毋过，这优先行人的设施，嘛爱由中央甲地方政府共同监督检核，因为各县市的路况无共款，恐惊无法度全部都下用。他们假设还是照20-30年前台湾所谓的大公路主义去做这些设计的话，我觉得其实可能会有一些不是理想的状况。好，所以就希望有一些他们在做一些设计的时候，有一些民间团体可以导入。如果是在我们的一般的社区里面，它可能要做交通宁静区会更恰当。我建议把它更明确一点，让我们在选择上面呢是以当地区域的真正的需求来做。有立委指出，台湾车路的交通事故每一年超过3000人死亡，安怎脱离行人地界的臭名？专家认为讲，政府除了听民间甲专家的声音，嘛照当地过路人的需求，设置适合的人行道，才会当落实人本交通。记者综合报道。政府放令职业病认定了后，根据劳动部的统计，今年顶半年申请职业灾害保险甲职业病给付的通过的就有超过55000件。这是一个强制性的保险，自上班的头一天，头家就要替劳工有保险，所以劳动部嘛建议民众会当打电话去劳保局问好清楚。根据劳动部的统计，今年顶半年申请劳工职灾保险和职业病给付，通过的都有55923件，国内的职灾事件是不正多，比去年加1倍外。就是因为职业病认定有放零，所以数字加真多。劳动部强调，劳工职灾保险是强制性的，报道员工是毋是有伫外口的职业工会加保，或者是和公司签约结束讲免保，只要头家无甲员工报职灾保险，就会受罚。他没有到职帮他加保，他会先罚一条的2万到10万的罚款，然后他会再依照灾保法36条去跟雇主求偿。另外，雇主本身还有劳基法59条补偿的问题，所以雇主总共其实会有3个责任在身上。劳动部表示，就目前查到有违反灾保法第36条规定，公司无甲员工报职灾保险的都有30件，嘛提醒民众爱注意家己的权益。公司以想是一个强制纳保单位的话，他就必须要帮他投保。假如你感觉头家到底有帮你投保，无帮你投保，你无清楚，你会使打电话去劳保局，还是我们各地办事处去甲电话开始询问这样子。最后，劳动部嘛强调，职灾保险和劳工保险甲就业保险同款，拢是自员工第一天上班，公司就要替员工保险。民众若是想要确定家己敢有保险，上简单的方式就是直接打电话到劳保局查。记者卢尚如、郑俊佑台北报道。高雄市的教育局有举办 Marker 的创意发明比赛，鼓励学生囡仔击头壳来解决生活中遇到的问题。今年有高中生发明自动洗太阳能板的系统，而且讲用手机就会当来控制机器，摕到高中组的冠军。手机拍开 App 开关起落，这台机器就会当自动洗太阳能板。这是来自宁夏国中3位学生的创意，因为工人伫高空作业真危险，洗太阳能板的价钱真悬。若是有这个 App， 就会当用手机来控制。这发明伫今年高雄市 Maker 创意发明竞赛得到国中组的冠军。常常看到很多就是清洁工人，因为要爬上爬下清洗太阳能板，然后常常会有危险的发生，所以我们便想了一个就是自动清洁的系统。也没想到我们最终还可以得到冠军，所以很开心。也希望我们在未来呢可以继续努力，然后继续改良我们的作品。
另外，东港国小3名学生发现有春秋惊世大塑胶笋，因为学生看到志工伫道路收塑胶笋真危险，因开2个月时间伫塑胶笋内部装春秋带，佮加上 LED 的电火，暗时发光会较安全。这作品得到国小中期年级组的第1名，外景学校当咧申请专利。摆这个，所以可能会被撞。所以我们把它改装成袋子型的，所以一拉就可以拉很远，而且也不会花太多时间。我们脑力激荡是想到用束带可以把收带的基座捆起来。这个比赛希望学生囡仔会当将生活中拄到的问题思考要安怎解决，一步一步完成作品。今年拢总485件作品参赛，创意作品类得到头3名队伍，明年代表高雄市参加世界青少年创客的发明展。记者钟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要推动社会改造，上界重要的一步就是要加强社区的发展。即马伫新竹的生活美学馆，因为举办社区营造的成果展览，有14个单位展出家己社区内底多元创作的作品，嘛有社区用纪录片的方式来呈现出社区的特色，因是互相观摩嘛互相交流。就是遗留下来的结构体，这是以前鸦片跟樟脑丸试验所。透过影片的方式，来自台北樱花社区发展协会，利用手机把家己社区内文化特色记录起来，让大家会当更加关心社区发展以及文化。社区附近的上面叫做啥？比方说是妈祖庙了而且是土地公庙了还有以前的像我们。牯岭街有牯岭旧书街了还做有名，台湾做有名的拢甲记录起来为着鼓励民众参与社区营造，新竹生活美学馆结合北台湾高管区举办成果展览，呈现多元的社区在地活力。现在所主张的就是我们的公共治理我们再就是世代前进，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能够多元平权。还有就是社会共创。长期推动社区营造的专家指出，社区营造上重要的就是需要民众热情参与以及团结的力量。我们如何从我们个人去卷动更多的所谓的利害关系人，让大家都愿意一起来关心我们身处的这个社会，让社造变成我们生活的一个日常。现场有社区透过废弃物做成看起来好食的料理，提起大家关心环境问题。多元丰富的作品展现出社区活力参创意。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地方放送头镜头来台南山上花园水稻博物馆内底有2丛真大丛的钟仔，过之前互发现讲这树仔徛黄，其中有1丛佫是园区内底重要的资产。农业局经过检查了后，确定讲这树仔是治着病虫害，即马当地治疗，甲树仔吊大丛。外口日头请炎炎，这张溜树青真显白，4号链灯有铁架甲铁条的。详细看树顶刷出现白色管仔，那亲像人破病时咧吊大虫。原来这是台南山上花园水稻博物馆园内的2丛溜球青，因为受到病虫害影响，即摆当咧治疗。这嘛声济来遮佚佗观光的游客，拢停落来金属，来看这到底是啥？唔捌呢，我捌看过呢，但是呢，我是伫空主庙有看过。伊甲包甲树仔拢包甲，结果歹势伊嘛是过身呢。较早来伫遮拢无看到这，唔知影啥，那最近的有这呢。日前园区这2丛青仔树的树尾拢咧徛黄，其中1丛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是1937年由日本皇族成员亲手种的。当时拢总种8丛，到今干那剩7丛尔。官方指出，这丛外买90吨，即马变说手旧中，伊嘛提醒游客经过唔通用手去摸。伫顶头发现了后，就随通知农业局，请因来遮处理。农业局是透过那像咱咧注电池这种的方式。来淡顶管甲挂药剂，来增强伊的抵抗力，希望伊会当度过这道危机。本来大细树仔有5000丛，其中有11丛，互农业局列管，正做珍贵老树。不论是生态也是树种，遮拢多元丰富。官方人员讲，因定期拢有咧巡，若发现树仔有任何状况，会马上通报，守护老树的健康。记者新闻台南采访报道。中华有一间传承3代做高仔顶的老店，经营要1家子，对破跌价、边顶
平步、食酒就食到，这拢全部拢是顺手工。最近因有接到一个单，这是讲要做一粒3米悬的锅仔丁，店头家就讲，这有可能是目前国内上大的锅仔丁。这个3米悬、宽将近2米的锅仔丁，用要占满规个店门口。要顺手工做遮尔大的米仔丁，师傅当家兴讲，敢若边顶做骨架，要做3届才成功。我会记起头的时阵啊，我就捌边好，起底起好，然后因为伊定度无够定，所以我搁拆开顶做，吼，然后过来边甲中，吼，发现伊中的中箍，吼无够用，嘛是规个拢拆开搁顶做，应该有超3届。要做传统的米仔丁，爱先破米仔，边顶平布。再搁食酱酱色，一对3米悬的锅仔丁，当家兴甲爸爸当抽水，用大约7个月时间才完成。我伫咧画，甲阮囝伫咧做的时阵，拢是一种考验，因为要做遮大粒的灯笼，头起先要做竹胚子的时候，伊嘛爱有真宽阔、较宽的所在，结果阮拢是去借人的大庙埕。然后咧画的时候嘛有可能这边较悬，然后调整好啊，佮徛较后壁看，这边佮无唔对啊，所以就变成讲这咧甲画细粒顶差足侪。邓家兴表示，20多年前转来接家业，当时伫米仔顶的饲草并无好，但是这几冬大家开始重视传统文化，有袂少订单。除了供庙用的顶，嘛有店家会用来做招牌，也互锅仔顶的用途愈来愈多元。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野腊庙埕是新明生的时阵上界闹热的所在。即马家己民雄有独立册店，也个文化协会，因是经伫庙埕头前，用办桌的方式来举办册展，希望互活动的风气会当对庙埕开始。那有咧庙埕内底办桌用的圆桌啊，透过独立册店的布置，加做一道一道的册桌啊，主办单位阁设计迷彩，用菜名来找册。互参加的人感觉真心实。他们其实会跟你说你要怎么去找，那他就会提示，是童年，那你就知道是这一本，因为他只有这一本是有童年。对，因为也是第一次参加，然后也觉得蛮新奇的，很少会在庙宇面前有参加这种比较文青的活动。在伫庙埕看册，这拍破较早咧。伫庙埕固定的印象我感觉安尼是一个真好文化推广的活动所以阮即届嘛，交伫配合庙埕，阮甲阮的册拢摕去摆安尼。甲册店刷来并用保存在地的庙前，伫庙埕用办桌的方式，小介独立册店内底的册，对面的舞台，佮邀请无共武艺的音乐来演唱，要互多元的文化会当为在地庙埕开始来传播。庙口本地地当做侪代志啦，吼，庙口除了咱的顶头以外，读册啊、看电影啊、开讲啊，拢是真好的所在。所以我嘛讲，这上届接近咱的民众的所在，就是变做是来办这款的活动。推出这个活动是讲，会当咱地方的一寡独立书店联合起来，来办这个小型的书展。好，虽然讲是小型，不过伫个册本的选择方面来讲，是拢有真侪特色，让大家有一个主题，落去选择。主办单位讲，庙埕是在地人交流的空间，也是传播地方文化的所在。透过这个活动，我们互庙埕文化有新的内容，也希望互庙埕加做一个推广活动的新所在。记者林伟霆家己报道。来看历史文物，空起台湾有图记录300年前的台湾，伫西部地自北到南的地形、风景甲生活状况。2019年时，国立台湾博物馆就以这幅图做基础做动画，互民众来认捌图内底内容。今年因阁推出第2出，这摆是全台语的。台博馆就表示，因即马当地改变博物馆营运的方式，透过科技，互真侪民众来呈现，重新来认捌这个历史文物。今朝看空气台湾舞蹈的研究人员，向向落入图内的世界到300年前的台湾。
空气台湾舞图记录台湾西部自北到南一地乡加是活景观。自2020年开始，国立台湾博物馆以3D 动画小改这北图。今年，佫找台湾歌戏演员陈雅兰、演员曾凯芬，都喺叶天伦专台语配音，推出第2出动画《北台记游》。台湾北境内底有迄个家人的角色，吼，啊，佫有迄阵传说中的台北大湖，希望将当时的迄个场面吼，甲恢复起来。感觉就是表现得很以前我们不知道的地方，所在啦，嘿嘿，对，嘿，较了解着。镜头啊，网络就通透过荧幕知影空气台湾舞蹈当中的详细内容。台博馆的这个装置运用科技协助民众了解台博馆的研究成果。台博馆表示，透过好理解的手法，让民众吸收知识，是这几年以来的重要工作。以前的博物馆是踮咧遮等民众来接近嘛吼，啊，但是阮即摆博物馆的理念就是讲吼，阮会用各种的方式来吸引观众。台博馆表示，因也在咧收集馆内的文物，建立线顶的戏剧博物馆，推广给所谓时代的少年人。因发现透过这种手法推索文物，今年到达已经超过80万人来踅台博馆，创下历史新高，确实让民众较愿意来博物馆行踏。记者我们谢桂林台北报道。因来台湾文学作家赖香吟，伊接用小说来书写咱台湾的历史，尤其是80年代、90年代改严前后的台湾。比起关心历史上的加害者和受害者，伊写的较侪拢是一般人的角色，互咱的历史复杂啊，有多元的面貌有无共款的呈现，这嘛是台湾文学内底真罕见的创作类型，嘛可以摕到第43届53连奖文学奖的肯定。台湾文学作家赖香吟1969年伫台南出世，大学1年就以第一篇小说《我》摕到联合文学巡回文艺赢手奖。后来因为重心历史对经济系毕业了后，转向历史研究。伊是小说家，嘛是历史学者，用一本的作品描写台湾史的脚迹。这爱有历史的底子和出调的文学技巧才做会到，嘛，互伊得到第43届53连奖文学奖小说类的肯定。文学啊，其实是一条很长的河流，然后其实也跟一场马拉松一样，中间可能也有很多的挫折。能够得到奖项的肯定啊，它就会让我觉得说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是有被接受到的。赖香吟以小说《暮色种子》和记号等等描写80、90年代改严前后的台湾，以小说《白色画像》写日本时代以来的100年时空。伊用平静的文字去涵盖历史的纷纷扰扰，呈现活过这个大时代的人安怎面对生活。赖香吟常常不是去关注历史上的加害者和受难者，是去书写一般人的角色。这是台湾文学当中真罕见的题材。伊讲理解无共立场的人，就是伊写作的核心。文学的核心啊，那不仅是去理解跟你立场、想法相近的人，更重要的是要去理解跟你不同的人。那这样子，我们才有可能进到下一步更细节的讨论。连贯白色画像内底，真接用台语去呈现符合时代的角色对话。赖香吟讲，伊对家己的台语无信心，要找适合参考的文本，佮找无啥有。伊认为家己有责任爱把这个欠缺补起来。在每个语言系统里面，他做的都是后面我们看能不能让他那个语言可以更美丽。文学的文本的话，如果我今天我觉得欠缺，但是我自己作为一个文学工作者，我如果自己不开始，那我还能说什么呢？台湾的历史和作本有复杂的面貌和多样性。赖香吟关注历史的边缘角色，其实嘛，有挖大时代背后的日常。伊嘛毋望透过理解来代替冤家，互社会无共立场之间会当开始对话。记者卢尚如、曾俊佑台北报道。再去看世界，来看美国共享办公室新创企业 WeWork 11月初时有申请破产，即马嘛，互共享办公室的发展，敢未来敢无发展机会，即马正做一个话题。不过，英国伦敦的共享办公室公司是对未来市场的发展真乐观，因阁打算要扩大新的据点。即马有一寡中小企业，因无家己的办公室，是做即款共享办公室在上班。
一人一套倒椅和插座，搁有无线网络会议室私人空间通借用。招生的配备是共享办公室的特色。经营共享办公室市场的新创企业 WeWork， 北青城讲要颠覆全球的工作模式，市值嘛捌接近500亿美金。率伫11月初7，由于美国破产法向纽德西州申请破产保护，引起外界关心讨论。不过，伫英国伦敦创业的另外一间共享办公室 WorkLife， 却无受到影响。As we look to expand, it's about doing it with the right deals, with the right landlords and the right locations. And I think it's a marathon, not a race. Our view is this market is here to stay. WorkLife 目前伫英国已经有15个据点，预计年底会当拓到18个。因为 WeWork 表示，公司伫美加地区以外的据点，无包括伫申请破产的范围内。公司新闻杨眼编译。天气报你知，同齐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17度，上悬有27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5度，上悬27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7度，上悬有29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7度，上悬是26度；外岛的温度上低14度，上悬有25度。咱继续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祝您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Snoopy 这真简单，我甲球牵出去看好哦。你才去捡迄粒球，刷落家捡回来。哦 ，Snoopy 你伫遮哦，总算我找到你啊！拄则我本来要……你对我这么无礼貌，我挡袂住啊！来啦，拜六礼拜早起6点到9点半，Snoopy 就伫公司台语台。会议团合，看公社会，阿是啊，这题目真好啦。我话阁讲了无够清楚是？代志到这个坎站啊，敢讲你阁想要倒来遮，阁想要甲迄姓林交往是？